我在廣州出席匯聚向上向善力量，涵養剛健樸實文化網絡大醫新春沙龍活動。好開心今日咧嚟到廣州出席今次嘅活動，一齊咧發放正能量。嗱，最近咧港貨行天下咧就非常火啊！熱爆除咗熱爆廣東之外咧，仲熱爆全球啊！咁啊不斷地出海。咁我哋港貨有啲咩啊？咁啊除咗係我哋 AI 啊機械人之外咧，我哋廣東嘅美食咧亦都一流。活動以科技賦能，運用 AI 音樂表演，結合機器人服務、機器狗表演，營造科技場景，增強活動吸引力與感染力。今次活動還有多個亮點，一是匯聚創作力量，展現廣東開放姿態；二是聚焦典型引領，展示網絡文明成果，呼應2026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合作精神，匯聚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創作力量，在溫情互動與深度交流中展現廣東面向亞太，連接未來的創新姿態，激發創作者共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敘事與文化傳播。活動發布2025年度廣東省網絡文明素養實踐教育基地、南粵10大好網民故事等先進典型，集中呈現創新實踐成果。現場也放置了港貨行天下的宣傳，港貨一直是中國製造的一張亮麗名片，將開展12場專項活動，拉動消費與外貿雙增長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